国内上界大的手机通路代理商新脑国际，因上界大股东就是中华电信。不过新脑工会指出，这新脑国际逐年营收拢伫咧增加。不过这前线人员的底薪、专勤奖金甲其他的补贴，加起来一个月却无超过3万。今仔日就去到中华电信的总公司门口抗议，要求全体人员的底薪拢爱3万块起跳。 不管薪水上低等等的问题，新脑工会车是到新脑公司大股东中华电信总公司门口抗议。因指出，新脑国际去年营收310亿，净利有5.9亿，最近是逐年拢提悬，但是第一线门市人员的底薪、专勤、有其他补贴等等，总加起来却敢若2.8到2.9万左右。入股神脑以后，神脑的基层员工的福利跟待遇，在这10多年来越来越少。有些老员工他们的薪资根本就没有在动的，他们自己的广告词永远走在最前面，对他们永远走在最前面，先外包。 后面承揽，所以这是国营事业该做的事情吗？如果今天这一家公司没有赚钱，我们做这种要求，那是我们劳工贪得无厌。可是这一家公司赚那么多。 工会嘛指出，这2年新脑有10几间门市收起来，员工真惊会无头路。另外，伊嘛要求新脑停止对工会司法诉讼报复。中华电信伫现场有出面，嘛甲工会诉求收落来，表示会登去传达。本身的公司治理的部分，这一点呢，我们必须先给予尊重。身为神脑公司的大股东，我们有这个义务，来把今天各位的诉求忠实转达到神脑公司的高层。 中华电信表示，会互新脑一寡意见建议，敢有法度落实工会的诉求。新脑透过文字回应，因有完备的调薪制度，会看考绩决定薪资的调整。不过，未按照工会要求进行全体底薪3万的齐头式调整。门市收起来嘛有妥当安排员工继续工作。甲工会理事长的官司诉讼还咧行，会尊重未来司法的判决。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。